在做陣公營實驗小學校長甲着老師的帶領，10位小朋友每人揸着樂器，來到新華歌劇場的高級餐廳，小練耍演奏2首的音樂。一方面，甲着餐廳15周年來同樂，另外嘛要感謝歌劇場文創公司的執行長郭秋玲，願意關注公營實驗小學國際交流願望的計劃。在一個機緣下，跟那個光榮國小蔡校長在聊天，然後呢，他覺得說他有一個願望呢，今年的願望是希望明年可以帶小朋友可以去到那個日本京都跟琵琶湖博物館做一個交流。那我就覺得說這個活動非常的棒。問題是他們還是有經費上的問題。校長這麼用心，然後對偏鄉的孩子，我希望可以借由我們接一場，剛好15週年，然後我想做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然後希望借由我們的拋磚引玉，讓更多人然後去支援那個偏鄉的孩子們的那個成長。公營實驗小學的校長蔡坤良表示，他甲執行長郭秋玲是多年的好朋友。郭老闆經營高級餐廳，事業有成，平時嘛真關心偏鄉的教育。即屆知影學校要前往日本來進行台灣華僑國際交流的計劃時，嘛主動來響應，捐贈20萬，要幫助學生來圓夢。這一次呢，應該說是一個破冰之旅，有幾層意義。第一個就是光榮實驗小學，是全國唯一的管校合一三里博物館小學，所以我們發展了一套國際指標化石，希望用最在地的力量走向國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希望能夠館對館的交流。光榮國小是全國唯一管校合一，我們裡面有5個博物館，那希望這一次能夠跟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博物館能夠做一個館際的交流的破冰。那接下來就是學生課程的交流，希望借這樣的一個交流活動呢，能夠擴展這個國民外交啊。我們有一句話說文化是教育的根，教育要傳承創新文化。希望借由這樣的一個國際交流，打開孩子的視野，然後掙脫國際的這個友誼。歌劇場文創公司長期投入高級的畫畫經營，透過文化創意，加入在地飲食，來詮釋歷史建築的生命力。經營至今拄好滿15週年，現場除了邀請民歌來表演，另外嘛有公營小學的學生演奏，和整個週年慶唔定充滿喜悅，另外嘛充滿愛心甲的公益。台南新聞李榮根採訪報道。